和顺国小3年级小朋友接到社会课故乡顺境的课程，是上午来到客家自治宫进行走读的活动。主要就是因为安南区中州寮保安宫洪灾的保生大帝，是为客家自治宫训练过去，借着这款的顺境之路，要互囡仔了解生命开垦的过程以及前所的历史典故，认识在地的历史，走读祖先所经历的地方。是我们和顺国小3年级中州寻根课程的主要目标。在1、2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就会在课程里面认识到我们的祖先是从学甲中州迁徙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和顺在地叫做中州寮。可是小朋友只是在课本上听到学到，那每到了3年级，我们就会真正的带他来走读踏查我们祖先所经历过的地方，也了解到整个历史发展的缘由。那从认识在地的历史到认识台湾历史，解释台湾历史，甚至演出台湾历史，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整个对历史的脉络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。学生难得有这种户外教育课程，大家拢感觉真欢喜，也当从课本当中所看到的庙宇建筑、嘉年工艺、庙会文化等等，透过实地查访来加深印象，也让学习变了更较趣味。今天来这边上课好不好玩？你们刚看了什么东西？校方表示，该课程伫今年度也将结合云端科技甲行动工具，将教学现场的影片放伫云游学的平台，借助予学生运用影音，将现场志工解说的过程记录落来，来加深课程的印象。单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家用上网新趋势 ，BB 宽频300枚，每月只要999元，装就送1000元购物金，帮你免费建置 WiFi， 全家上网吃到饱。网路费每月缴多少，热门电影就看多少，月月再送超值 HD 餐，高画质频道看到翻。另外加码包月影片3选1，30天内随你看。更重要的是，1年短约无负担。上网看电视就是用 BB。